我係改風，我係一個小說家，讀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等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郭偉峰。今日呢暗上風法倡導一隻當特別嘅教種。唔知大家還記得冇？就講細細時嘅嘅古社會時嘅呢個教種係乜嘢？我係想一下講，其實我以前讀嘅頭份古社，我係校長係張正泰教種，然後我係老師係林和文老師。以前我記當成時嘅就教種係我哋睇嘅頭份古社會嘅網球隊嘅算係。帶領者就帶頭開始成立頭份古社會網球隊，我係睇嘅網球隊嘅種小選手，印象當中就係因為打網球嘅關係，記得咧只教種，正經當嚴格，打球嘅要求一度，當年去練走操場打球嘅嘛，佢從此因為嘅教種講好。下晝禮拜愛比賽，下晝呢愛開始打無困樣嘅後生嘅嗰種網球嘅循環賽，所以佢對記憶當成咧做嗰個國小嘅嗰種教種。所以今日你聽到其實係一隻呂少成校長，你今日再來談一下呢一隻當特殊嘅一隻教種，做乜咯？因為佢唔單單係一隻教種天天，佢咩係一隻當重要嘅台灣嘅兒童文學作家，所以你先請嘅呂校長，然後你嘅觀眾朋友大家打下招呼。主持人好，客家電視台觀眾朋友大家好。校長，因為今日請來正經我好好嚟講兩部分嘅事情咯，一部分其實係老30年嘅一隻嗰種教育有關，另一隻其實我其他好奇嘅地方就講，你讓嘅開始踏到作家呢條路當唔來？你要分兩方面嚟講啦，一方面係人嚟認識，一方面係環境嚟認識。我係透關係真嚟漂亮革命小號，才愛透學校差唔多運動員3時間，我哋會非常希望該是係班級導師，然後整個班級上叫做葉春麗葉老師。佢為了鼓勵你上網讀書，假使講你當乖，佢咪表現當好。佢才表號日簽，因為花10分鐘的時間講《西遊記》的故事俾你聽，什麼鐵扇公主啦，這個火焰山啊、牛魔王啦，我第幾係要看本書，第一本書看咗之後，佢人講呢個故事，實際上該是我嚟講，我對該本書嘅興趣比佢講很難睇，所以我就是白紙當台當，還是同老師講。很美嗰本書咧講來看，線上答人咧，其實到嗰本書講不愛看，但是看是不該注重文字的敘述，被那文字所吸引，從此我就對這個書本的情入興趣，第二係人來認識，非常希望我喺線上，然後當時按照環境的因素，我之後。到了信州4站圖書的時間，開始就會請教要住校，得學校大年，時間是到學校就建圖書館，差不多就貴10屆報紙，韓國青島圖書，就會時間下就，所以那就青島時間會去啲圖書館看書看報紙，差不多到4站30年前時間是想，該到您做得寫散文做得寫小說，我係唔係有辦法做咧？我咪都寫吃看看當然是課時的時間，會遇到退稿，但係就經過幾擺之後，作品是會得該市的報紙啊，那麼台灣新生報啦、中華日報啦、中央日報啦，或是一般那個文藝月刊的刊登，文那都有稿費。該市的環境，冇可能講你去那邊打工，你就厲害就我打工。該是冇我打工，寫文章量都得稿費，
也该是为日传浪融钱的途径啊，传承的方式啊，传承的方式啦，所以按样一只人，一只环境，老吕校长慢慢的送到作家那条路来。可是按讲啦，有那种在认识才能。因为各位观众哦，其实金碧东南的哈，所以那篇金碧吕校长就带去第一本书的手稿，石城天使、沙城田氏，两个手稿了。那真係你那個昆只要應該民國71年的時間，基本上係冇乜嘅天咯，全部都用那種隔嘅下詩，然後應該那種。所以其實你當真貴啊！你其實小孩就冇辦法像那種下詩，可能要當你慢慢的就習慣的用天咯，用天咯，都冇辦法啦，係啊。所以我想講，總得講一下一隻第一本書嘅一隻，你用嚟開始呢個故事聊一下。兩本《石城天使》哈，主要係講垃圾車嘅故事啊。日本我看到是喺那個撞頭收垃圾的垃圾車，佢在它插動線的時間，線插的時間，為了撞頭嘅因收垃圾啊。但係佢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垃圾車已經被淘汰咧。但是在橋下看到個垃圾車，變到個橋下變到本應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啦，被淘汰。那是為想，在個後生時間受到動三棒走勢，你下淘汰咧，其實變成某種的東西咧，很美，我們能夠賦予它新的生命哈。這係寫這張安陽的故事。其實因為講到石城，知道我大衛所入關啦哈。因為我大衛所關係真係石光啊，時光。佢路面嗰度石光呢，石頭很多嘛，所以我都用石城當做這個主角的名字。書的名，書的名，那隻主角的名。第二本那隻童話其實咧咩？帶來呂校長的一隻手稿哈，那書名都小黑炭和比比，所以因為又會請到黑炭你用一隻故事嘅，用一請到隻故事嘅喏。裡面有隻故事啊哈，我走線上的時間，還是在關西鎮的南河國小走線上。就因為我哋個上課的時間，個順頭用因在燒垃圾，因為我個學校是種下，個垃圾就燒，個污染臭染是風就吹是背到教室度來，嗰時喺度生講，你按你當難度啊嗬，你實在得離開啲教室啦，你個操場內逃避啊嗬，冇不了染窮到，我哋喺操場內錯那時間是看到個污染，像個學校係背散背過去，那是問學生講，你受不了那個染嘞，你窮人，你染背到散當去，散當沒有請到的動物啊，那種釣鵝啦、野兔啦，或者等的東西，佢很讓你恐慌，會受不了。學生怎麼講？會受不了啊，那是說好，你還是你的從因大家去想，動物受不了之後，基本用辦來煩人。學生是年紀矮紀講到該請到煩人來方向，就是講，該釣鵝受不了，其實會背責，就是講，該從個蜜蜂，目前其實會下山來攻擊人類，想到當奇怪事情啦，講從天方夜譚中，你這個乜個東西有做一想。該學生認為，你操場內錯呢，是漫無天際，也是僅講來都用辦的煩人。那是講，也非常好。你不是啊，也是多少跟環保有關的題材。因為什麼呢？你大環境，其實沒想到，你燒啥東西，這個污染不會出來。你每次染上到煙煙田啊，還會染上到個散當的動物啊。我是想象中，
遐善当的动物叫为下散都会攻击人类，因为遐垃圾污染是因人类制造出来的，人类制造出来。就反应都给变异，反正都在善当内。对。要小黑探子，要是该写故事的主角，一定有一个男生的主角。都是然后俩善当的动物让人要和谈，一定要有一个沟通的角色哈。对啦，小黑探就开始担任了中间的角色。你系继续来叫，比比系继续来叫，你要叫，我是落去按到，其实就系善当的动物。就係人小怪，其實做了善當嘅動物，讓人之間溝通嘅橋梁，最則橋梁，就慢慢地留了故事發展起來。是講人做了人唔好繼續對污染了環境，其善當嘅動物是像蜜蜂嗰度是唔會對下山攻擊人類。所以按樣嘅想法，這樣想到了這故事。好像海豚哦，按照來談嘅構造，談一下，而按到嘅故事底部其實留。你看堂其實留嘅幾隻成長嘅幾隻經驗有關，每留佢同佢做高中那段時間嘅教育身份有關。喺度嚟看一下校長呂校長，你用滿年去做一隻大家心目中嘅高中。你台灣冇欠鼓勵這個聲音呢特殊嘅熱愛，也冇欠會鼓勵這個學生嘅。特殊嘅欣賞，呢種終於冇強，強乜嘅呢？強熱愛突然這間聲音呢，強下特殊，強下，因為熱愛，加強欣賞為突然學生呢，強下特殊嘅，因為欣賞，強乜樣嘅。所以當然你談到嘅呂校長講嘅，當到佢作為一個兒童文學作家，佢用嚟去挖掘、發現到佢想要寫嘅故事。按聽得嚟講，你也想要談關，因為按嫌佢呂校長，呂校長佢做高中、做教育工作做咗30年，其實我就會想講，你30年咁長嘅時間，呂校長帶過當到無同樣嘅角色，有些讀部落，有些讀平地，有些讀城市咁樣。按樣行嘅按幾個時間，你一定出來作為一個教育者哈，唔一樣嚟看咧下部落國小、韓國平地國小或城市國小，按樣冇可以用 visual 嘅資源嘅問題。我做高中嘅時間超過20年啦哈，我常常當然開玩笑講，我高中資歷完整啊，所以想說資歷完整啊哈，因為我20年做過5家學校嘅高中。從體制章江帥鄉開始，到咧關西鎮6班學校，南和國小，才到到新埔鎮嘅找門國小，然後新興國小15班學校，到退休前做嘅係做北博愛國小，從三體到綜合6班嚟15班嚟到50班嚟嚇，我發覺到大家學校。冇埋窮人啊，其他冇窮人是講資源上嘅不同。有時間你冇講，其實因為資源真嘅不平均啊，前提講因為冇辦法啊，你冇辦法解決呢個不平均資源嘅問題，所以聽到下一步啊，你推到一個點嚟講，有乜嘅方式做到解決資源不平均嘅問題？我除了做高中之外，我哋縣政府高中科還有兼任一個職務，是按照國教輔導團裡面語文領域的召集人。啊，呢個職務其實喺新竹縣推廣呢個教育啊，語文教育方面啊，我從到去學校嘅時間，我是會去看學校嘅圖書館，看喺每學校就認真散漫地來推廣閱讀這個項目啦，哈，自己講，你是學校用認真做，冇認真做，你看佢提供嘅資料，韓國嘅圖書館看佢書，那是睇你看嘅事。你講啲書全部動線，但係擺人，你講啲學校就嗰時講變到擺醬嘅，哈。剛才講啲書有些破損、破破爛爛，拿到飯都會 Q 出嚟，擺是學生入假，啲變到
这都是好事啊，哈。所以你是学校的时间，从来会看点的东西。还有就是学校为了鼓励学生读书，就会举办按照小学士、小硕士、小博士的办法，透过本子变小硕士，给本子变小博士嘛。他那就是学校叫学生会冲那个量，叫咩啊？你从高年级的6年生的，竟然就会看个绘本，按没算日本，变到按照只有量的方面在增长，质的方面没有增加，所以来尾上是不是给你很高？你也看。给他书写500页，你就给他5点，300页你给他3点，这也是一个办法了哈。因为讲还是调整一下，这个调整一下，因为讲是看的书，汉家方面是讲，声音的看书围绕你谈音看到会偏食啊。有没有偏食呢？是讲，即使看少年小说，或者专门看童话。会忽略了科普类那一类、科学类那一类的方面，所以讲学校看书的时间，鼓励学生呢不要偏食，我们不仅要冲量，也要冲质。那作为一个在推广阅读的时候，是一定重要一件事，因为种阅读本身应该一开始的时候，特别读给青年的时候，给予一个广泛的阅读，按照广泛的接触，其实对于青年来讲，挺好，因为你。对青年来讲，其实你养成的一种阅读的习惯，到底佢读某个书10年以后对佢来挺有帮助。所以呢点，你可能读佢细好时冇办法去判断出来。不过嘿，你有一只习惯本身呢，佢会提讲，反正当你你每礼拜就有一只计划，读几本书，读1本书、2本书啊，一整年读2、3、4本书诶。有只按样嘅习惯的时间，佢擘嘅读嘅时间，礼拜可能读小说，下拜读童话，可能读科普，有只可能读地理方面的按样慢慢的广泛的去摄取来，佢可能慢慢的做程度，程度变可能偏好的类型，可能係地理类，或历史类，或者科学类按样，慢慢的佢会修正都越来越专精按样，从一个广度养成嘅读书的习惯。慢慢的行都给这个会娴熟，以及培养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我说其实按样一条阅读推广，其实真正是读最好时的开始，其实一定重要。不过有一点还是都有些少哈，就讲太搞我按样讲台湾的阅读习惯越来越差了。阅读风气，青年的读书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差。因为看到一张数据吧，就讲。全台湾平均我卡13年1年超過讀3本書以上的同學，平均值。但係當家讀書你可能當中，我記得個數字當大啊，就1年可能冇1多本書，就一整年讀唔到1本書。我說哇，佢一整年讀唔到1本書嘅時間，佢真見同學啊，佢1年讀唔到幾本書啊。講讀書的意思是講，唔係講你都學教去數學教科書，唔係咁樣意思，是講佢真嘅買1本書下來開始看來讀睇咁樣，佢想買2本書，想讀2本書，咁樣嘅前提佢平均下來回到台灣的平均值冇超過3樣，1年冇超過3本也4本，其實叫做有按少咁樣，你1年應清少3、4萬本書出來，學 Q 得當到其他嘅書清少有2本，2萬本。1年出2萬本，意思講，當你可能出嚟幾本的新書，當你咯書店可能金幣出6本新書，天高又出6本新書，按兩個速度對出書的時間，你的閱讀量按大，構成會有按兩個擔憂嘛。我創就講啊，你台灣冇強鼓勵這個聲音呢讀書的熱愛。讓冇強為鼓勵這個學生的讀書的欣賞，這種中意冇強嘛個呢？強熱愛突然這個聲音呢強下讀書，強下咁樣，因為熱愛，加強欣賞為突然學生的強下讀書的一種欣賞，強咁樣嘅，是講是為鼓勵你讀書，這個冇批點，這個冇讀，所以我哋。博愛國小的時間，該師入家4音大學按照天下雜誌就推廣一家按照晨讀10分鐘的活動，因為現已甚強，
叫我奋斗数年，今日有个朋友的朋友检视退项目了哈，按照晨读10分钟，是早晨头，今某个用当日啦，礼拜三、2日、3日、4日做得了哈，第二几日时间按照晨读10分钟，俺是到学校先生拜托，那种拜托先生，第二10分钟你唔可以改作业。因为这样动上班啊，叫我动作业改啊，走摆到那边作业，动上班改作业啊。那我10分钟，拜托你莫改作业。要做乜呢？然後學生嘅窮下讀書啊，嗰時我教務主任、小主任，佢好任我嘅，佢是每段一段音樂。有時間到咧，佢是表演音樂，音樂全校廣播嘛哈。音樂就響，大家是第。你還時間，大家是坐到這個位置上，因為大家教師協會就按照班級書櫃，上那本書坐下來，點點的看書。那10分鐘時間就線上的看書，學生的看書，大家共下看書。你講10分鐘按少，唔會少啊，就10分鐘，你禮拜3面是個30分鐘啊，人也就9分鐘。你係其中一團。看書的時間，唔係全部啦哈，但還有其他看書的時間，你係我哋博愛國小時間一張心得啦。一當中一個地方，其實還有一段上說有一件事情做得老太家講哦，就講呂校長佢作為一隻高中，佢呢去推動不遺餘力去推動青年讀書的一件事情像還有一段時間在一隻小故事大家分享。那一種環保的器材，去走條柱來擺裡面ra，那麼可能就按心，他認為到該落日不原因自建就產生一些認知上的衝突。因為講，跟用環保作為柱那只是柱啊，跟來擺裡面ra，很沒欺騙神明啊。我開始用個乜個紅龜粿啦，或者米啦，咁麼水稻啦，走這個柱啊心來擺，根本做的是的東西，按走在麼呢？所以就情竇跟認知上的衝突。你上一段談到嘅呂校長講到佢用嘅利用早晨嘅10分鐘，拜託老師莫改作業，強下批定這個學生係讀10分鐘嘅書，一年10分鐘，1禮拜做70分鐘，一年做365集10分鐘，可以做咁多嘅。那件事情做到，一年禮拜有300年、200年做2年嘅事情像可能不管因為唔好讀書也冇讀書習慣的青年，可能就會養成一種閱讀的習慣。呂校長做嘅事情唔係只有安樣天天，其實書上有一本書小天下雜誌做青少年。不過那本書中間唔係那本書，係書底部老呂校長有關係書。其中一隻很多藏書博愛流芳世代。給黑娘就講看博愛國小第幾屆第25屆畢業生書天會捐贈那本書，本行足先博愛國小小書城。意思中嘛，就是大家畢業學生離開學校的時間，這個獻一本書送本學校，然後這個書留到學校本後輩學弟妹印讀等下。所以說藏書博愛的一件事情做得唐亞給呂校長講，就因為想到安樣嘅想法，老學生嘅講，本其他留書下來不學校。學校我創造係賣新嘅書，雖然講讓政府就補助經費，但係有限，我是想到這方法吧哈。就為博愛國小今年畢業生有200人屆，我是發起一個叫做藏書博愛流芳世代的活動。在前幾年9月到30月時間，我是向學校的線上去收集最近出版的有關兒童文學的優良的童書，到達數單開出來之後，才3月份、4月份時，我是在學校網站的公告，關注了的書，搶底下今年的畢業生來認養，你也就年齡你是3本、5本、10本冇相關。
冇认养冇相关，日本人做的是认养，认养好之后，我都差不多5月份把到树卖转来，卖转之后，因为2本书，从2本书来讲，这个小朋友，苏天惠小朋友一手卖，卖这2本书因为已卖嘛，所以2本书是为现本家的小朋友现款，怎么办呢？但你出钱买呀，当然有优先权现款啦，哈，你现款，款好之后呢，其实了会签名，才6月份时间是送报好高，表示讲，人家送给学校，当做他毕业的时候捐给学校的礼物，那都会在当年来毕业典礼上，为到大家捐书的代表会有一个赠书的仪式。很慎重，在毕业典礼上，排家代表大家数什么好高，后完数了大家数之后，我都分门别类登记，本学弟学妹夹了一款，人家来讲係講有200本書，我是請到新書好賣，所以學生嚟講，人家穿人家，人家穿人家，我才不會過按當年，講半年的是賣到請到當年就簽好賣個新來書，即係發行係講，唔係經費當。充足的条件之下，用呢個方法對增加到圖書館的藏書。其實呢隻方式其實以前我冇想過。我哋喺唐呂校長講，其實每種方式，你哋下可能唔可以聽有壓力啦。如果對一般嘅家庭嚟講，畢業嘅時間，自己買一本書，看得嚟老啲書，送本學校，學校當年就是講當年最有新嘅書，我就老闆嘅。那個學弟學妹行到個圖書館地步嘅時候，就是其實又有新書，因為上一批學長來的、學姐來的又留書下來，所以那個閱讀就變到一個當好一個循環。循環啦，那循環之後慢慢地走出來。不過你先來談一下，就講因為高中之間咩客家年，其實你喺小說地步有不少係老客家元素有關係。其實有一本書很多創意神豬，其實做安尼些印象係做吃豬公、吃神豬，然後打造的嗰種技藝做一面面那種做這個豬公大拜拜的嗰種過程。那些是有沒有看過？哇，佢真係動老年啊！全部太年就讀起，然後一條嘴比一條嘴行到太一條啊！佢當時有可能按太嘴啊！所以你按樣嘅一種客家元素，你樣嘅融入到你這個嘅你隻創意神豬嘅故事裏邊。西部入張移民廟嘛，哈，佢當年弄到青年儀式為入張當大家祭典活動。我記得我除非多時咧係我讀小學嘅時間，因為佢係15張狀頭嚟輪，高中多時間我22歲咧，高中多時間我42歲咧。才點等到按到擺隔30年，我就發覺到佢嘅質有一些改變。因為我做3年時間，我讀小學時間，昨日講家家戶戶只有吃住的百兩移民家。當然22歲時間，我發覺到吃住已經是變少了。青島已經是用水果來擺了哈。當我40歲時，42歲時間。為吃住的擺如減少的，所以我寫的故事是講，你看擺之前，人類後生嘅時候冇吃住嘅，攞住陪老人家去見吃而吃住，後生冇來好時唔條豬來擺，忙地而吃之前豬是死的。跟有關山呢，作者因為我係少年小說嘛哈，作者是到家個嗰度呢，走着按照創意神豬，我唔敢講啲。名詞是我發明的啦，但是我還會看到挺多的東西用創意神豬的洗家詞，怎麼呢？我用環保的器材去做條豬來擺移民家，我們可能就按心，他認為我跟邏輯不原因自建就產生一些認知上的衝突，因為講跟用環保做來豬沒只是豬啊，跟着擺移民家很沒欺騙神明啊！按種做燈啊哈，就攞住本是玩笑。佢新嘅本是講，我係講我是用緊乜嘅點講紅菇粿啦，我做米啦，咁我脆包啦，去做咗個豬嘅餡對擺，根本做係食嘅東西，按做在麼咯。
所以就是情窦跟认知上的冲突。那他写的故事是讲，为了摆移民家老中青三代也认知上的不同产生的冲突。贴合本因为少年小说总是要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尾，莫管会不会曾因太悲剧的收场，所以这本书会不会是讲，还是不应接受讲，用环保的方式去做这个创意神猪，来摆移民家，还是不倒数年的接受，认为师徒的改变。可是它那一种认知的冲突问题，其实按唐以来一只客家的元素吼，词主公来摆两部分，经过三推无困样的时间，佢就编发出某困样的3种认知。可能阿公、爸爸、老先年可能看两件事情，佢就完全无困样诶。譬如講，我去記那只對一件傳統嘅事情的一種想法，就比如我哋做喺小說地方，親有出名嘅地方咁樣。那等等就樣，因為安尼家演出按多，這個除了省族安樣大洲子族誒，校長還用到乜嘢無困樣嘅客家元素，用到自家小說裡面呢？我看就日本作品是按到最後一場戲呀，最後一場戲，嗰時講從喺細時間，喺度做媽祖戲，做片段戲，可以說萬人空巷。大家走死屍爆炸，大家睇演寫是同人戲，啦，戲棚下來看戲，個戲棚當東南亞來做個台戲，應講客家台戲啦，個戲棚下又買鮮炸來，肉魚來，燉風卵來，大家東南亞，當到親戚朋友平常冇買見面來，為咗戲棚下見面，非常老年，但係。師徒改變，你天時方面咧，你還有現在嘛電子琴花車，也都傳統嘅客家台戲，見到就冇人看，我哋按多年入從啲任何的祭典時間，我就發覺到，呀傳統嘅客家台戲唔係冇人搶，是搶嚟啲推檔走。冇人看，最開始用上屆錄音架大概抽人看聽，漢語片係講你做啦嘛，電子琴花車那一類的開始當錄音俾人看。我那本書是按照最後一場戲是講，那主持人，那傳統客家戲劇，那主持人透過講，你想去做啥的，我是啥的，我是關門的唔做的，好。對，安樣就是名最後一場戲，睇嚟寫的故事會不會應是一個峰回路轉啦？後上的人用伴侶有技術，然後嚟戲棚，嚟戲班子把它接下來，繼續把它經營下去，就安樣在願景的改啦，莫個說的變到只是沒落的，文章奉師佢喊你做的重生，就是講你後上的接班人用伴侶到嚟客家傳統的台戲，應該能夠發揚光大。其實談到客家元素變到文學作品裡邊談嘅呂校長講了兩個故事確實其實係一件當重要的事情。因為安尼一談一個兒童文學那件事情的時候，安尼就差不多談到像格林童話當到其實係外國的一個東西。我想海團安尼來談一下，給呂校長來談一下，因為佢這家當專心去創作本土的台灣的客家元素的一個童話文學，一個那樣的去老啲嘅東西，變到老西洋的兒童文學，變到鄉下去做比較，用那樣的去土嚟按這家台灣嘅道上去。推動安尼屬於安尼一家兒童文學，安尼海姐來談談嘅呂校長來談下呢件事情。很明，我做得為台灣來童話少年小說來出的力量啦，原生種的蘭花，原生種的童話，原生種的少年小說，要鼓勵大家都來寫。
各个地方就寻找一个在地的一种创作者，然后以在地性的元素加起了，然后慢慢老列在利用台湾儿童童话拼图的出版，把它拼出来，把它拼出来。练练山团唐吕校长讲的动图校长做一个教育者，也做一个儿童文学的作者，尽量去想其实老台湾有关的本土的儿童文学这件事情。其实那本书《夏天已过去》黑吕校长就今年2017年就上当年张出了一本新书，每一张以原住民部落作为背景的一个儿童文学我想其实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有看到底部大家片段的故事还有部就有用一段诗歌的这种形式来写儿童文学，所以其实想问高长就你会用一种那种故事又写诗歌那种方式来呈现两本书呢？一般那款书黑讲那书有10个章节。从第1章看到第10章，好像我参加一场接力赛跑，体质感应、接棒都体育感应都第3晚音，这样一气呵成，非常的紧凑。款数从可能是摸头去了，所以难道每一个章节结束之后，开始写一篇小童诗、小诗在后面。你看童诗没独立耶。基本是大家面前两个章节故事有相关的，那是希望拓展，好讲从个下到个看说，透过一个章节、2个章节之后呢，停下来回味一下，读一首小诗，读一首让面前故事入贯的小诗然后希望你所有的读者。要跟这本书的主角林大国一样，要慢呢，要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跟着他的脉动一起来跳动，才能够了解他内心的意义。所以其实，因为我对反的时间啦，我有看到一则诗，其实想唱高中先唱来朗读诗歌一下，念咩诗？所以你听短短的一首诗歌吼，其实老听听你要讲的一种本土的儿童文学一种想法有关。我想先唱高中来念一段的，我来。一般来讲，泰雅族他们有自己的吟唱的哈，他那些你的讲，应该是塔风诗，所以那种哽咽风诗，这个我也来写了哈。当我们穿上泰雅服装，脚踩祖先走过泥土上，头上绑住丝带，就会随风飞扬，随风飞扬，飞扬。我是台湾原生种兰花，这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豪迈飞翔，豪迈飞翔，飞翔。我是台湾原生种兰花，这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尽情奔跑，我们尽情歌唱。我是台湾原生种兰花，这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其实谈到礼拜一这样，当冲约讯息就我是台湾原生种兰花。也激发主题不会重复的300那样，其实作为一种就台湾原生那件事情很蛮该跟他们就说泰雅族部落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他一直住在这个尖石乡，就是代表他是原生种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其实独立点来谈就讲老台湾原生种。泰雅族列在尖石乡泰雅族列在省份放大来看，其实佢没做到扩展到讲，其实你俩谈的
写然后台湾的土地有关的一种儿童文学，它就会属于台湾的格林童话。那个就像我们高中讲，它属于安尼台湾的童话故事都哪一种？安尼。你得从小学开始的，所有接触到的童话，从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天方夜谭，从这些东西，从因是童话的代表。就甲主持人讲的，台湾东西在哪位呢？冇啊，所以你也就几家出版社，你像视野出版社，还有88文化出版社，还有啦哈，人家的老板基有基的愿景，是讲，佢唔会讲，我是系以畅销书为目标。他除了畅销之外，佢会想，系唔系我做得为台湾来童话、少年小说来出的力量啦，哈，就是为鼓励台湾本土的作家，来写到台湾本身，该讲原生种的。原生种的兰花，原生种的童话，原生种的少年小说，鼓励大家都来写。从你要视野出版社就出那种福尔摩沙系列，啊，是讲你本土就嘛特色，你也就已经出版来从就兰屿的，去介绍兰屿，还有本是介绍淡水的，啊，像那新竹的都给蒙云写啊，新竹是挺多特色啊，啊，蒙云写日本讲完全代表新竹的那样事出来。他们希望可以马上有那样能力写本出来，最后台湾20几个县市全部入日本代表一张为所谓代表的著作出来。这边是讲台湾原生种的童话，台湾原生种的小说。其实那张愿景哦，那张蓝图，唐也其实是用一种地域性的方式。暂时区分了，暂时讲，图先做了部分呢，你先到的基本书，图桃园、图兰屿、图澎湖、图台北图高雄，各个地方就寻找一个在地的一种创作者，然后给在地性的元素加皮了，然后慢慢老列在，利用台湾儿童童话拼图的出版。把它拼出来啊！感觉其实係安樣，不過陳正祥本嚟就講，安樣一直推動多啲下很欠乜嘅喏，就很欠乜嘅東西，做得因為我想當多地方應該全部出台了吧？還有乜個地方啊？你台灣的兒童文學作家還蠻寫到嘅。你也是講，唔係講哪張染是某人寫嘅因素。是講你也係唔係講當到推翻來本土的兒童文學作家，肯花心思去耕耘這一塊。怎麼辦來講呢？因為推翻啲市場哈，好細。你出這本書能夠賣出去的本數沒當多，所以就幾個面對非常有名的兒童文學作家，佢哋就去大陸發展。因為台灣買日本一個大陸都買個本啊，就是站在是講這個比較經濟的立場、利益的立場啦哈。我是非常希望你啊台灣還後生的作家，或是出版社配合，韓國政府呢方面沒有給幫忙。除了看外國的通法、看外國的小說翻譯小說之外，你本身沒有去發展，算了你台灣本土的東西，就你客家元素的東西啊，或是台灣本土那種元素的東西，是講讓對得起自己啦。高中海本的故事有幾多嗎？都在構思當中啦哈。因為你本身來講，你要寫啲文章寫書，冇中斷。你講中斷到去吼，曾經你爬山了，你講錯來了之後吼，會難睇起，好，是講要不斷的去耕耘啊。那你啊退休咧，因為前一包上班時間還冇心思啊，哈，你啊退休咧，推廣冇閒是冇理由咧，哈，時間上是啊，
谈到侵略的题材哈，我对我自己来讲，为咗绕 Q 是讲，我哋写出的东西围绕日签的作品的做咗比较，在我填到地位，半成品啊哈，比如5、6片，都给摸拿出来，摸拿出怎么样验证呢？我尺度摸比我日签的作品哈还好，我是讲，我拿出来为尺度，这个水准被带下来哈，因为从还那也对不起读者，摸下好从抄出来咗，每天抄到好事，会不会抄出来才模式？这个没做派谁哈，所以人家希望我这个期许自己啦，我还有能力的时间，还做多的时间，我尽量来写个几本，那台湾本土有关的或者跟自己所生长环境有关的童话，或是少年小说，要不写音看，其实今日谈嘅吕校长因谈到佢即个作为一个高中，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印度嘅推动嘅其实一件事情。今年来其实就是讲，吕校长关心了一个土地，佢想办法用佢嘅方式，不管係一個老師高中，也係一個兒童文學作家，佢用佢嘅方式想辦法留設家留土地產生連線。然後呢，做係親難得的部分，親難得的部分。今日正經同好做得讀到呂校長兩個一個高中來談佢心目中嘅台灣嘅本土嘅兒童文學係乜嘢？我想各位觀眾應該要感受到佢作為一個高中其實佢對安尼下一批充滿期待安尼我個人也希望呂校長等等做得完成屬於呂校長的台灣原生種的兒童文學、兒童小說。今天謝謝校長的一遍好，謝謝主持人，謝謝。校長其實你印象得落去，冇咁簡單。你講時間慢慢地去投入底擺高中係一座山，其他幾座山全部係4年嘅遊樂園。所以高高學生嘅全部走到佢身體底擺去搞鬧走跳，不管係搞旋轉木馬，也係盪秋千，還係搞氣墊床。高中全部靜靜地讀順風觀察嚟到4年嘅，等等佢用森林裡邊綁起一條又一條嘅樹木，變作筆，寫定一隻又一隻，讀台灣一隻多當輩掌握糖度嘅童話故事。